台南市政府全国首创，伫咧林德区打造全国第一座由公部门设立的游动犬占地中域毛孩生活村，为伫咧树林当中1公顷的占地，为收容的犬只准备了购物以及宽敞的活动场地，不但解决了地方上人犬冲突问题，也让狗狗伫更加舒适、安全的环境中长大。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来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那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这个全国首创的毛孩生活村，是台南市议会伫111年7月提案建议设立的动物临时收容所。台南市伫隔年就编列建设经费，市府未来伫各区也持续找找适合场地，成立动物占地场所。在112年，我们就编列了经费。现在的完成，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毛孩生活村大约会当收容200只犬只，目前以收容林德、新丰地区的犬只为主。犬只掠到了后，会先建立动物之家进行评估，健康的犬只后续才会带来这，并会开放给民众领养。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